弟，你条案来，做乜嘅老人家會帶定練嘛？啲田條度做聲咯，又強又耐用嘅練嘛，又係用板指出來嘅呀。哎，你看起來冇乜嘅特別嘅練嘛，沒有可很嚴厲的地度哦。它中間呢有一個地方可以放空氣。哦，對哈。對啊，那太陽曬在這個頂上的時候呢，會讓這個地方的空氣變熱。對，它不會直接就燙到頭。除咗了解練馬嘅方言，還可以用3種嘅做比判，看萬人就嚟用練馬淡杯醬、下杯平嘅設計，做出比到又高又嚴嘅比判咯。今日啊，你遊客家教科學來到有當到優秀社團嘅陶研院評審世界評審國中哦。哈哈，看到好眼睛擦嘅台拳套，哇！你這件hand到不好，哇！還有，看下同做眼熟咯又眼熟啲嘅武術表演，評審國中嘅同學啊，就都有年紀嘅喲。今日啊，最大同學來看啦。做起農業沙地地度，又從落作用嘅啲嘛，係用板指出來嘅喲。然後咧，出一名農拜訪也嘅指啲嘛，就假設人家師傅，唔啲也地方係用乜嘅可好年齡咧，介就來成也嘅啲乜嘅製作過程哦。阿公，按做哦，按做來哦，是幫忙啊，是包誒。連用村做客家啲嘛，要假設人家經驗咯，為到維護客家傳統文化當實嘛，係名農人大家陸地嘅啲嘛狀告。但看起來按簡單嘅練馬製作過程啊，是冇按過來喲。師傅講啊，做練馬之前，要先攞個竹筍泡滾水，再過來咧，所以攞佢一片一片，白頭嘅咩嚟做好嘅練馬骨架好。再過來咧，再用泡好嘅咩咧，攞佢竹筍好嘅尾固定好來。接下來啊，你將做嘅用奶龍線，攞佢一團一團固定好，一支一支攞佢連起來。前面咧，你就做啲檔口出口處用一隻寫竹片咧，按樣啊，一檔槍口用奶用嘅啲嘛就做好了。好嘞，哇，老師你看有薑哦，薑，先我按薑，對嘛，我按薑。按薑。老師，你看阿公從線啊，從這邊穿過來這邊，再穿過來這邊，就固定了所有的葉子哎。這個我們叫做一筆畫。一筆畫。對，你想想看，為什麼它不做成六角形？哎，為什麼呢？六角形就是2個三角形，疊起來的。2個三角形疊起來。對，那所以就沒有辦法一筆畫。2個三角形沒有辦法一筆畫，哎，好像真的是哎。對，一個三角形，一筆畫。畫完了以後，再另外一個三角形。各位觀眾啊，五線形是做嚟從按樣一筆畫出來嘅，不過6線形呢，就用咗3角形當做嚟畫好哦。故說啊，練5線形嘅時間，一擺就做嚟輕鬆落去完成。按樣嘅方法咧，唔但係省時又省力。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嘅，大家唔要注意到冇？做乜嘅練馬一定要做到按樣漸漸嘅形嘅咧？它中間呢有一個地方可以放空氣。哦，對哈。對啊，那太陽曬在這個頂上的時候呢，會讓這個地方的空氣變熱。對，它不會直接就燙到頭。那這個空氣呢，它導熱也比較差。那所以我們這邊就會感覺涼涼的，不會那麼燙。哇，老師，這是有巧思的哎。對。因為練馬蛋糕做到按樣漸漸，呢度就會有當到嘅空氣。空氣嘅傳導性好唔好？又拿仲會切雜感覺到熱條嘅小兔，按樣啊，帶定練馬就會感覺較涼哦。同學們歡迎謝老師。各位同學好。請大我新竹市科學省沙皮太學專業欣賞，在忙提倡同屬做科學，哪一都會科學界全面進步哦。謝老師。你做馬可以帶練馬？我們要來跟同學分享這個斗笠很好玩的科學原理哦。第一個要跟同學玩的遊戲就是有關空氣不容易導熱的事實哦。空氣不容易導熱，那是什麼樣的遊戲呢？來，一玩便知。除了有一種價錢，有陣原國嘅，自己來打。
哎，还有一个蜡烛哦。老师为什么那么好？一人还有2000块哦。那只有1000块。1000为什么？背面是白的。好啦，不要伤心，一张也给你。好，那这张还你，我也有。哎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是要用火去烧这张钞票，但是不能把钞票烧着哦。老师，这很难吧？还好啦，我有准备秘密武器。啊？1块钱是秘密武器？把这些1块钱跟我们这张纸做一个配合。太加上款嘞，我用慢做嘞。我们看谁能够烧最久而烧不着哦。还有蜡烛火去烧价钱，不过做唔得本价钱收凑起来哟。成功的关键就会做得用加上原角嘅，要完成一項不可能嘅任務哦。各位同學要相當忙啊！大家格格同數此困都係原角嘅，我變到奶。大家開始上嚟嗬。烧到就是会烫，先放在这里，烧烧看，是会烫吗？会烧。还没有。屁啊，没事啊。好，你拿起来看底下有没有怎样？黑黑的一点而已。好厉害！没事耶。烧就要那个了，它会不会破掉？哦，好酷哦！只有一点。扁担、杂担、夹担、薄担，风快这个很多哦。有没有收到钱了？收到钱了？看一下，收到钱了。你的手会不会被火烧到？没有，不会烧到。真的吗？没烧到。他在家已经被火烧。没有啦，就这样子。这样钱都不会烫吗？会不会烫？也会。刚刚没有烧，刚刚没有烫到啊。数秒。是因为有空气吗？如果没有空气，没有空气就比较不会死啊。对啊，那就把它折得死死比较好。可是它已经凝固了。这样你的手的面积就会变小。面积变小，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。也根据我们的实验结果，我的纸烂掉。你的小孩已经报废了。同学，小快退了，你看，你看有没有你啦哈？按太空。我们刚刚一开始，我们把钱铺在上面，钱铺在上面，对，让那个热能够借由钱币导热，将热导到钱币上面去。哎呦，所有的跟真的一样，做一次，再做一次。尽量让那个可以传导的面积增加。所以，我们刚要用一开始用9个这样子的，这样子。所以你全部的钱币都摆上去了，都得烧多久嘛？有没有算过？没有，那我们现在来算。现在会不会算太慢？好，5开始，5、6、7、8，烧了。 9、10，中间有破洞。11。赶快拿起来。好嘞，灭火！喂，有嘅實驗就係用圓角嘅嚟做小嘅長土鐵，不過啲大屏標嘅圓角嘅攞圓角嘅動畫係料到嘅碰嘅，故說價錢叫咗俾小抽起來嘅。亞祖竟然要用蠟燭油誒，你家來看一下。小馬哥，你現在準備怎麼做呢？就這樣放在燒。哦，你把蠟滴在上面。哦。哎呦，冒煙啦！成功了喲！哇，沒有燒起來。有啊。哪裡？開始冒煙了。下面開始冒煙。要沒有蠟，趕快幫我滴啦。怎麼幫你滴啊？小心哦。對。成功了！看起來這一組你是第一個成功的。好久啊。好久。同學知道為什麼它可以燒這麼久？因為拉上面的油吧。做乜嘅啲蠟燭油價錢仲會按價少抽起來呢？本來貨地都留佢搞蠟燭油，應該俾小khách猛得錯啊！唔
过想唔到，滴蜡烛油竟然做得挨过1分钟，还加入冒出起来耶！同学讲啊，这系因为蜡烛油应该做得技术对位火嘅小土，故说啊，佢哋都成功咯。不过算来，梗系因为药嘅关系啊，你也来问先生好嘞。刚刚这2组的同学都表现得不错，好，那他们都展现了一个广度。广度，就是把硬币呢铺平在这个纸钞上面，那些女孩子啊，还更有一个聪明的做法，就是滴了蜡油。对他们还在上面放了一些蜡油上去。对呀，那滴蜡油的好处呢，就是把受热的这个面积更平均了，而且蜡油在蒸发的时候啊，还可以吸收一些热量，所以他们的比较容易成功。哦，难怪哦。那个任务很难哦，而还做小作起来嘅卫生纸啊，我用诶，装作得用圆角嘅，我見唔好按佢做小作起來喏。想辦法嘅時間到了哦，同學啊，大家上課呢，你要用板做賬好哦。这很容易破掉，我觉得会因为比较重啊，太重，卫生纸才薄薄一张。就先被撑破掉了。对啊。你们要沾吗？蜡油？可是我觉得要浸湿会破，不知道，浸湿就干了。按通嘅衛生紙，而係做小作起來咧。我用板印嘟到火，怎會小作起來呢？同學要想到用蠟燭油咯。先讓它乾吧。你們覺得他們這樣子做會成功嗎？不會吧？不會。好硬。你等一下。怎麼了？哎呀，手燙到啦！為什麼手燙到你還可以這麼鎮定？好痛啊！同學要自家去參加課嘅精神，證明當本人天賦。不過啊，你什麼主要是配牛啦？這張紙要用得非常的薄，因為我們希望用硬幣來傳熱，所以把硬幣呢擺在正中央，然後把它從4個角拉起來，然後輕輕的轉，這邊一定要貼緊，這樣的話呢，空氣呀就很薄那這樣子的話就熱就可以直接透過硬幣傳到後面，而且啊，我們用手抓上面就不會被燙到啦。我們來燒燒看，燒不起來，對不對？對。頂多表面有一點燙燙的衛生紙讓員工會保定嘅時間，因為衛生紙讓員工會保到當下，熱量就得直接透過員工會直接傳工上。衛生紙芒果燃點就會燒炒起來，韓國咧員工會更聽更過，這傳導嘅效果就越好。不過員工嘅攞衛生紙係冇保險，衛生紙攞員工嘅嘅地方有凍到嘅空氣，因為空氣嘅穿透性很唔好，熱量就冇辦法直接傳工上，衛生紙啊出去係就會燒起來咯。唐人先生講正確嘅方式過後，同學啊就對唔着吃可那咯。有下個情況，老家下相比啊是冇乜嘅重要咯。你現在裡面有幾顆？10顆。那你們算一下，你燒了多久？有沒有2分鐘？有啊，好久。整個都黑了。真的。它可以燒很久啊。2可以燒很久。那我換一顆。那1顆呢？自己包回去。你再自己。酷。好好玩哦！思琪姐姐，你看，一顆都燒很久了。1顆都可以燒很久。這是2顆的，這是1顆的。哦。這邊這樣轉都可以整個轉。好燙，好燙，好燙，好燙。其實也方法當簡單哦，所以老貼好間員工嘅用衛生紙包出來，衛生紙就會提前燒起來喲。有看到冇？員工嘅貼越高，熱傳導性就越好，衛生紙就真正做得愛清潔嘅。
不过，亚个年里老弟马有嘛个关系啊？因为他土空应该蛮讲解哟。斗笠中间的这个地方可以有空气聚集在这边，是，所以热那个太阳光从上面辐射照下来，没办法从中间这样传导过去，所以热会聚集在上面，头也比较凉。哎，对呀，那跟我们的活动有什么关系？刚刚那个面纸嘛，中间那个跟硬币中间要贴平，如果一有空气，那个热就会聚集在那个卫生纸的底部，然后卫生纸就容易烧起来。同学，你们说对不对呀？对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还要跟同学玩一个好玩的游戏哦。哦，还有一个游戏可以玩哦。对啊，你看。老师，你这身手敏捷啊！那还用说，教所有的同学呢来玩一下这个飞盘游戏哦。用令马来玩飞盘游戏，没带那么多，不过我们可以用衣架，把它拉开来，包上保鲜膜，它就是一个很棒的飞盘喽。哇，同学，大家开始动手做吧。沙丁，你除了用3種嘢嚟做比盤咯，我用嘅材料有以及3種嘢，你是好嘅眼線呢，還有透明嘅粘帶、保鮮膜、豆腐鉗，還有剪刀。接下來呀，叔叔哋開始做3種嘅比盤咯。怎麼纏啊？怎麼纏？你先找一個點當固定點，然後再從量第3個、第4個，然後慢慢畫出來。做比盤大概5成型嘅時節啦，天才用1比8嘅方式，出家哋嘅天點淡薄嘅殘的，按樣將做嚟省時又省啲咯。3種嘅比盤總算做好咧，你今日落去搞開啦！接下來啊，再盤比盤將按樣跌當夾，過來咧，處理落去得更爽。按樣比盤就會將粘土轉到自家嘅樹康，唔過係比盤你唔拉固，跌住而家角度又唔拉太，比盤就會將按樣亂比，唔可以轉到自家嘅樹康喎。談到正確嘅公式，同學哋唔查就會教自家做嘅比盤咯。一般來講，比盤啊係按樣得講錢嘅。唔過有嘅遊戲咧，所以得共爽嘅喲。可以想辦法幫佢轉到自家嘅樹康。嘅司機未得吃看啊！哦，看起來冇咁簡單呢。你同學要沙到結構冇啊？係講比盤跌出去過後，要做得轉到樹康，所以留佢跌當夾。本比盤嘅角度量增加，按用比盤你嘅樣嘅唔會變。將做嚟減少佢嘅阻力，產生順利，跌出去嘅角度當然咪會越開咯。比盤冇辦法過比嘅時節啦，因為原來比嘅路線空氣阻力傾斜，自然就會走到粘土，比咗來自家嘅樹康咯。你自家做嘅飛盤有滿意冇？有。呀哈 ，enjoy 來搞遊戲，好嘛？3人一組，為老樹康嘅比盤跌出去。比盤會比插起嘅盾嘅行那個，可以比轉自家又係吹人嘅樹康，接到100得1分。我人嘅關鍵就會本比盤跌當夾哦。開始，好，接到100，我200，我贏，好，接，好，300。功夫好，右邊同學接，好。用共3人組，成功500，冇失敗，總共5分。可是，旁邊同學要睇數哦。哦，冇接到，還有100。同學注意，好，100。可是，冇接到。還100，加油！女生3人組，成功100，失敗400，總共1分。開始，好，加到100，歡迎！加油！高點！歡迎！
压推，莫分啦。我们有1分吧？有1分吗？我有接到一个，真的。哎，来多做一看呐。哎，还唔有啊？哎呦，真的有加到100哎！啊，哎，这要很无比太嘞。海谁啊？该统筹嘞。好，1分，好。做么个天就该同学伫遐游戏地度成功按多摆呢？哎，注意看哦，记得老比盘得出一个时间啦，因为得讲述个构图动态，比盘要转到动角，故说比盘就会比转来哟。不过，谁冇嘅同学得比盘嘅时间啦，因为冇出力，下个得出一个构图未合适，故说亚做嘅同学就下唔会成功咯。构图下太，成功嘅比比就下多，构图下细咧。就还不会成功，安样你有 demo 啊？这都是非常的新奇，希望下次还可以再学习到这么有趣的课程。今天就学到了平常很多课程上所学不到的东西，像是斗笠的应用，就是我们平常所想不到的。今天我学到了好多，这跟以前上课的方法都不一样。我还学到了隔热的传导，好有趣哦！啊，而且我还自己亲手做了一个飞盘，哦，好高兴可以拿回家收藏哎。利用老主公做的马个指挥 ，Andy 要动到科学原理，就得用到 M 嘅乘法当中哦。一旦看起来冇马个体配嘅啲嘛，因为当中嘅科学原理，每你嘅啲嘛一台传过一台。今日，Andy 体验原国嘅老比神之来热传导游戏，要几多热量係用慢跳過原國嘅傳出去嘅。不過冇想到，看起來按鍵大家比盤遊戲，比如按睇個後門啲地度誒。其實啦，用心去發現 ，M 做到在頭乘法當中，學到動作知識咯。平正國